大家平安。在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来领受恩典，领受上帝的话语，来到上帝面前，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大能。透过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领受，每一次的默想，让上帝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让上帝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在当中也去经历到上帝在看顾着你，上帝的眼目必看顾这地。让我们在当中大声的敬拜，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敬拜。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饱足，心就何有满意，你的意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是我们的饱足，心就何有满意，你的意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主，我们感谢你，你看顾这地，你看顾着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有你的同在。主，帮助我们在当中大声的来向你敬拜，来向你呼喊，完全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慈爱双手，你大能的膀臂带领着我们。亲爱的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将这些都摆上，都献上，单单的仰望在主你面前，回到主你的怀抱里。主，让我们敬拜的声音响彻云端，让我们敬拜的声音传遍全地，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跟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愿主你就赐福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愿主的恩典临到，愿主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7月17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列王记下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默想今天的经文。以色列王耶户在位的第7年，约阿斯做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40年。他母亲西比亚是别是巴城人。约阿斯一生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因为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可是他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人民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斯召祭司们来，吩咐他们把那些为献祭付给圣殿的钱，无论是付立场祭的钱，或是自愿奉献的钱，都积存下来。每一个祭司要各自保管他服务的人所捐出的钱，在需要时用这些钱做整修圣殿之用。但是到了约阿斯在位的第23年，祭司们还没有整修圣殿。于是约阿斯召见耶和耶大和其他祭司，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整修圣殿？从现在起，不要再把收来的钱留下，要把钱交出来，使整修的工作能够进行。祭司们同意不再收钱，也不负责整修圣殿。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再来读今天的经文，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当我们在前2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约阿斯的记载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新的景象开始出现了。当亚他利亚要把这个犹大的家族、犹大国家族这些王室全部清除完的时候，上帝却遗留下来这一个约阿斯。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的时候，都会看到上帝为着以色列人留下一群人，或成为渔民，剩下的那一些人，在虽然遇到很大的危难的时候，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所以也因着大卫的缘故，也留下了一些人，所以留下这个位置给他们。许多时候我们在看上帝好像怎么了，但是我们看到回来再看，应该是人怎么了。所以我们要思考，是我们人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样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宗教都会做很多连结，当我们遇到了厄运，当我们遇到了坏事情，当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们。所以当天摇地动的时候，当地震，当大海啸，当暴雨，当什么样来到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那边讲说啊，上帝怎么样，上帝惩罚我们，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许多时候都让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在当中。也确实有一些，我相信有一些是因为人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用这天灾来惩罚人，来提醒人要把人换回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所以不管这天灾是不是从上帝的惩罚来的，这天灾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去回来反省我们人们，我们是不是得罪了上帝。许多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让这些天灾出现，许多时候也就只是一个天然的现象。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警觉的时候，你是在这边抱怨上帝，还是你在当中回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也在当中去思想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在提醒你什么，要我们在当中学习什么。所以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被提醒，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来走，我们生命是不是又踏错步了，走错路了。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在这过程当中，约哈斯被保留下来，在他7岁的时候上位了。所以在这里面可能看到的是他还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拯救出来，在很年幼的时候，亚他利亚就开始出手，他的祖母就开始出手杀掉他们家所有的人，而在他7岁的时候上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很不一样。我们前2天也讲到说，他上位的时候是有这样加冕的仪式，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上帝的仆人，帮他戴上了王冠，给他上帝的话语，也让他坐上犹大国国王的宝座，让他正式成为这个王。这边也讲到说，他统治了40年，所以他一生年日也大概是47岁。所以耶户在位的第7年，其实也是前面那2个王亚哈谢跟约荷兰王，他们面对耶户被耶户杀死之后，2个同一天被杀死，所以也开始新的王出来了。所以耶户当了北国的王，约阿斯后来这时候成为犹大王。这边提到说，他的母亲西比亚是别是巴城人。接下来这句话只有在犹大国才偶尔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约阿斯一生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情，因为耶尔耶大祭司教导他。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神职人员又没有比较厉害。确实，在很多事情当中，牧者不尽然比较厉害。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是这耶和耶大这祭司，他敬畏上帝，他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旨意，他让约阿斯
留在圣殿6年，也在对的时间把他扶起来当王。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时时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他常常能够听得到上帝的声音，让上帝来带领他的这个人，他也知道怎么样去教导他。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用尽我们各种心思去做某些事情，而是我们要用尽我们所有心思，怎么样来跟随上帝，让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来掌权。所以在这里面所做的，就是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所以前面讲到说，当约阿斯上位的时候，让约阿斯以及他的人民跟上帝重新立约。当然，王跟人民也要再重新立约。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耶和耶大很重要，因为上帝拣选他，让他在这时候当祭司，让他这时候来帮助约阿斯，帮助约阿斯在年幼的时候的那6年，也包含他上位之后的这么多时间，让他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他，让上帝亲自来帮助他，帮助着约阿斯。所以这边讲到说，约阿斯一生做上帝认为对的事，因为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所以他照着这样做。约阿斯教他，他就照着那样做。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状况，就是他做了上帝认为对的事情，因为耶和耶大教导他。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成为这样一个人？成为约阿斯，成为耶和耶大。一个是被教导、被牧养的人，在他生命当中，因为被牧养，因为被教导，而且他愿意顺服，他愿意跟着做，而不是觉得我是王，你凭什么教我？我很厉害，你教我干嘛？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骄傲当中，然后各自做各自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当中很重要，我们有没有顺服的心，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约阿斯他愿意受教，而耶和耶大他能够教导约阿斯，并不是单单因为他是祭司，更重要的是他是敬虔的人。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来带领他，来帮助他。其实在我们当中，不管是在哪个教会，在我们信仰群体里面，都有一些人很想要成为小组长，很想要成为带领人的人，很想要成为教导的人，但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样的人，他只是想要把权，只是想要做某些事情，但是他没有愿意的心，不愿意跟随上帝，不愿意读经、祷告、灵修。他的生命里面，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都用人的话语在带领，所以当中他没有发现自己的生命走偏差了。当我们在看以色列国、犹大国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很多人他们都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上帝的旨意，没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牧师分享说，那个基准线，因为我们不读经，因为我们不灵修，所以我们常常拉出来那条线是伊罗波安的基准线。当你愿意回转像小孩的时候，你才会能真的拉出那条归零的线。当然还有另外一条线是大卫的基准线，你要选择哪一个？在这当中，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讲到说，约阿斯他做上帝看为对的事，其实做得很棒。但是今天经文里面也讲到说，很可惜，他没有除去山上的丘坛，没有除去山上的神庙，那一些敬拜其他神的那些庙、祭坛等等，他没有把它全部清除。到了后面，
希西家的时候才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约阿斯有这样受教的心；我们要学习耶和耶大有这样敬畏上帝的心。有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进到那个教导，你才有办法真实的领受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话语。所以这边讲到说，约阿斯一生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因为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可是他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人民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很可惜，他还是留下了某些东西在那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做得很棒，但是我们还留了一手，而所留这一手，也常常造成我们跌倒，我们得罪上帝。因此，在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想的是，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其实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把一些清除干净，把你家里面的那些偶像都清除掉，那些不好的书都清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都清除掉。上帝要你把一些不好的德性去除掉。其实有很多东西，上帝都要让你把它去除掉。就像我们以前在讲的，在思虑当中，或者是在一些训练当中，都会说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的是谁？是上帝还是你？我们常常说那个坐的是上帝，但是当你去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自己坐在上面。上帝不过是选项当中的一个。所以在当中有没有可能去调整，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调整？所以当很多时候圣经里面也在讲到说，你在选择哪一个？选择上帝，还是选择金钱？选择上帝，还是选择这世上的一切？你在选择的是哪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选择的是哪一个？因此我们要更多的去反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你怎么选择？我们可能90%已经归向上帝，但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还留下一些，还留下一些。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让我们觉得可惜了，可惜了。当他这样做之后，这边讲到说，约阿斯召祭司们来，吩咐他们把那些为献祭付给圣殿的钱，无论是付立场祭的钱，或是自愿奉献的钱，都积存下来。所以当人们进到圣殿里面有这样的奉献的时候，他叫他们存下来，把这些钱存下来。当下说也可以让人们不再需要太多的负担。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很多负担了，他让这些祭司们把这些钱存下来，让每一个祭司要各自保管他服务的人所捐出来的钱，在需要的时候这些钱做整修圣殿的使用。所以简单来讲，这些钱用我们现在来讲，也就是建堂基金。这样的建堂基金也要来整修圣殿之用。所以当中保管他服务的人所捐出来的钱，在需要的时候用这些钱来整修圣殿。所以这也成为那建堂基金可以去整修圣殿。但是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边讲到说，到了约阿斯第23年的时候，祭司们还没有整修圣殿。所以当中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积累的钱应该非常多，非常多，但是还没有整修圣殿。所以这也让我们去思想，祭司什么都懂吗？有可能里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就像我们在看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些神父并不是在教区，不是在教堂里面在做牧养的工作的人，有一些是有专长的，或许他们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书，或许他们在做建筑师的工作。而这样祭司呢，其实祭司的很多智慧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上帝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就这样做。所以有很多人，我以前小的时候也听到一些人在说，其实牧师没有那么厉害啦，没有什么都懂。确实，每一个牧师有他各自的职分在，各自的恩赐在，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对建筑是有想法、有概念的。所以当中他在这边讲到说，让这些钱积存下来，可以去做圣殿的整修，但是一直没有动。这样一直没有动，其实会发生一些状况。存了很多钱，当人们看到钱越来越多，是不是开始会有许多的诱惑出来？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有些教会也是如此。我曾经也听过一间教会，它发展得很好，他们要盖一间很大的教堂，然后盖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里面的核心同工有人受了诱惑，卷款潜逃。确实，我们也会很惊讶，核心同工不是信仰应该很棒的吗？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确实也会。在许多教会里面，也会听到团契里面有些人因为几千块、几万块，也这样子消失不见。所以在教会里面挪用公款的也是会有。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钱是要用来做修建圣殿的，而这样因为钱的诱惑受不了的很多，但是不愿意为这些来奉献的更多。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到说，有些人，有一些同工，有一些弟兄姐妹，会为着因为教会要建堂，或者是因为教会要植堂或开拓而离开这个教会。他们觉得要负担的时间更多，要付上的钱更多，简单来讲，要付上的代价更多，就不愿意了。而当你逃离的时候，生命有比较好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这一块，但是这边在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当这些钱越来越多的时候，有没有让它用在该用的地方？还是他们因为这边讲到说，可以的话就把它拿出来，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做整修。那平常可以用在哪边呢？可能就这样用掉。所以之前当我在看我们教会有一笔钱的时候，也在想我们不要积累这么多。那时候几百万的时候，就开始在提我们是不是能够去购置一个地方，让我们有多一点的空间能够来聚会。所以这样的谈了好多年。所以这当中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开始争端会越来越多。也有些教会，他们开始在讨论的是归零，把这种奉献归零，把每一年的奉献归零。那种归零可能他留下了几十万、几百万，不是把它放到哪边去，或放进谁的口袋，或放进教会的存款。他们是去规划，看到哪些教会有需要，把这些钱转奉献给他们。当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弟兄姐妹或很多资源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但是我们可能会剩余许多的钱。那些教会他们就规划把这些钱，可能50万，可能100万，去选择一间或几间的教会，因为这些教会可能他们的牧师的谢礼，或者说教会的整修上很多的需要，
所以奉献给这些教会，让他们能够正常的运作，甚至在他们一些事工当中能够更有力的去推展。所以不是我们教会自己去积累很多钱，这样很棒，而是在当中让你所领受的这些钱能够做有效的应用，使用在建筑的修缮，或者是教会的帮助，或者是在许多的外展宣教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没有好好去用。所以这边讲到说，约阿斯召见耶和耶大和其他祭司，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整修圣殿？这句话有时候可以听起来是蛮严重的。过了这么久了，怎么你们都没有动手，都没有整修？过了20年了，怎么还是这样？你们怎么都没有出手整修？应该要去规划啊，每一年整修一小块，每一年整修一小块。看到很多地方出状况，要去整修啊。我们要把圣殿处理好啊，不是你在家里面过得很舒适而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会追求的是家里面过得很舒适，但是教会能用就好。许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啊，那边能用就好，可以用就好了，何必这么大呢？何必这么好呢？能用就好，而且家里面呢，都选择那最好的。所以这让我们真的是要回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当你是敬畏上帝的心，你会怎么做？所以这边或许没有讲，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想到，他们拿到这么多钱的时候，那在这当中他们做了什么？会不会这些钱就成为他们的另外一个小金库？他们需要的时候就从这边来提领，需要的时候就从这边来用。他们要聚餐没钱，就拿这边的钱；他们家里有什么需要，就拿这边。或许，所以这边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让我们看到，钱留在身边，其实常常会带出诱惑。我们常常会被诱惑，而该做的事情也常常延宕在那边。所以这边提到说，约阿斯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整修圣殿？那既然你们不做，我就把这个交给别人做。其实这也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也需要做这样的处理。当不做，那我们把这些转出去，不需要放在你们当中。其实还有许多人有能力的，有这样恩赐的，我们把这些资源转给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那些掌权的人，那些在位者，是把所有的资源放在，应该说握在自己手上，紧握不放。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把这些资源把它拿回来，交给其他人去做。所以这里让我们去看到，有很多事情，我们也需要把它交给长子、小组长，或者是弟兄姐妹，这些有能力的人，让他们来做；这些愿意摆上的人，交给他们来做。不用把这些事情全部握在哪个人的手上。所以这边讲到说，把钱交出来，使整修的工作能够进行。所以让我们看到资源要摆在该用的地方。很多人把它握着，甚至现在非常多的教会，他们都是用这边预算，抓住预算，然后很苛刻的在使用，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要用一些钱就要被问很多，要用一些钱就常被苛刻，常被要求东要求西，搞到后来什么事情都动不了。所以就是如此，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怎么样来执行？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教会，他们是规划了许多，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时虽然有这么多计划，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听到一些发展很好的教会，他们也在说，我们事工就这样进行，而你们这些管财务的，你们就要好好管财务，甚至你们要去挖掘哪边有资源。当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可能会缺乏很多的金钱的资源，你们就要去补上这一个，不是掏你的腰包，而是你要去看这些钱怎么样让它到位，从哪边来，从哪边去募款，从哪边去找这样资源。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在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怎么样让资源好好运用，怎么样让上帝的殿能够更加的美好。这样的殿包含了硬体，包含了人，我们怎么样来修建起来？当然，王讲完之后，祭司们同意不再收钱，也不负责整修圣殿。所以有时候在管钱，一直收钱，一直在管钱，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担。而修建圣殿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所以我相信有一部分的祭司应该很开心，哇，我终于不用再收这些钱了，哇，绑在我身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啊！如果掉了怎么办？被偷了怎么办？我不小心花掉了怎么办？我不小心用错了怎么办？有些人我相信他很开心，我不用再管理这一些了，把它释放出去，让别人来管理这些钱，让别人来收这些钱，所以他很愿意上缴。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当中一定会有两种态度，会有一群人觉得，哇，这真的是释放了，不用收钱，不用修缮圣殿，我专职在我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当然也有一群的人会觉得，哇，那怎么办？我少了这些钱可以用，虽然百般的不愿意，但是被要求了，也只好拿出来。你是哪一种人？有些人也会一直用我要修缮教会，哇，你要多奉献一点，你这样上帝才会喜悦。我相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人在当中，透过修缮圣殿这个理由去敛财。祭司们非常多，非常多样的人，不同的心态在这里面。但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会觉得，哇，不用修圣殿了，好开心。这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了，很开心。虽然知道还是要修，还是要整修，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我们不可能住了30年、40年都不理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教堂，几年之后就会整修一次。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过了5年、10年，其实也要整修一次。我还记得牧师刚来那时候也讲到说，我们大概2、3年就应该要重新油漆一次。所以很多地方需要这样重新油漆，因为很多都褪色，很多地方都脏了。而我们的椅子，我们的很多硬体也是一样，要一直整修，甚至是换新。我们今年也会需要把一些椅子来换新，所以我们很多硬体也是需要这样。我们教会也一直都有一笔修缮费，为了这许多的水电硬体来做整修。而这当中，我们所奉献的钱也会有一些是在这里面，而在这里面当中也用现在看都是进到这整个大水库来做整个规划预算来使用。而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祭司们，他们需要去负责圣殿的修缮，而且他们要去收这个钱。这也让我们去想到，好像当我们在去募款的时候，就像以前牧师在募款，都会觉得好像不好意思，但是慢慢的会改变那心态，觉得是邀请大家同工，
让大家一起参与在上帝的施工当中。所以现在开始去募款的时候，不管是为着教会或为着单位去募款，就已经不再是那不好意思，而是邀请大家参与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修缮圣殿当中，其实当我们在收这个奉献款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邀请大家参与在修缮圣殿里面。虽然你没有去搬石头，虽然你没有去做哪一些，但是透过奉献，透过祷告，也参与在这里面。然而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只会陷入在那埋怨跟抱怨当中。所以我想这很多的祭司也都在当中会觉得，哇，要修缮，他们可能偶尔会拿起来讨论一下，可能就成为茶余饭后聊天的东西，甚至已经遗忘了，只是为了收钱，就想说他们来就要收钱。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会不会也是停留在当中？很多形式性的，我们邀请大家就是奉献，邀请大家就怎么样，但是真正的事工有没有在动？我们可能做了很多表面的事工，但是是很多没有果效的事工，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有在做，但是是没有果效的事工。我们会不会一直在做这许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更多思想，在当中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去做那些实质性上帝要我们做的？当上帝将这样的责任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延宕这些事情，找很多理由推脱，还是我们真实的去完成它？我们只是想要得到我们要的，还是回到上帝面前去领受上帝要你做的？所以这也是牧师在讲的，要去了解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一直在做那外围的事情。接下来一段时间，让我们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进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在思想今天的经文里面，虽然只有8节，透过这8节，也让我们去看上帝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进到这教会当中，成为你所拣选的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教导，在你面前持续的敬拜你。透过这许多人的帮助，让我们生命得着了培育，让我们生命被建造起来，也让我们来承担我们该承担的，不是只陷在那种领受许多的福利跟恩典，而是来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不单只是这个硬体的圣殿，更重要是建造
这个教会，让我们参与当中一起来建造。主，我们恳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祝福在我们当中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感谢主，让我们有更多的领受，更多的恩典。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地仰望在主你面前，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赐福于你。